怀吉有亲24号之九，朝代东汉，孝子6节。一日，阿爹即马带你去元将军因兜互因请，好无？海里出面，等海里甲阿娘讲一声。阿娘，我甲阿爹要去元将军因兜奉请，你伫厝着好好啊歇困，我真紧着转来啊哦。一日爱听阿爹讲的话，感觉会记得阿娘平常时教你的无？当然会记得啊。阿娘教我爱有礼貌、守规矩、尊敬时大，做一个乖巧的囡仔。一日紧去，莫互恁爹等上久。是，海里知影。爷，你要去倒位？甲我做阵去互人请，好无？老爷，陆先生已经到啊。好，我随过去。嘿，陆先生大驾光临，无去认只，真歹势，可惜了啊！哈哈，袂啦，一日紧来拜见元将军。一日6节拜见元将军，哈哈，一日快免礼，紧捧果子出来按咱我的小人客。来，陆先生，紧请坐啊！哈哈。一日紧带看卖咧，这是专工对足远的所在买转来。多谢元将军。时间已经暗啊，我会过时咯。陆先生，毋着留来食饭饱才走，咱两个好好啊饮两杯啊。多谢元将军的款待，只是天已经暗啊，阮某还伫厝内等。一日警告元将军过时。哈哈，一日来阮兜互阮车，要离开时，搁爱摕走主人的感冒。你这个业主，竟然偷摕别人的物件，你甲我跪落来！业主，你还阁有面底皮讲好？哎，陆先生，囡仔做毋对代志是正常的，你嘛才生气啦。业主，讲。是安怎要偷摕别人的物件？阿母平常时
着真爱食柑仔。关将军因兜的柑仔真好食，我想要早几粒仔转去，互阿母食看卖咧。啊，想袂到啊！一个小小的年纪，竟然有安尼孝心，真正无简单啊！来啊，加传一寡柑仔，互一个早转去，互伊阿母食。毋免啊，关将军，我知影毋对啊。一日无要阁摕柑仔，请关将军处罚。哈哈，一日今仔日我要好好啊奖励你这个大孝子。来，刘先生，你真敖教囝。无啦，是阮囝失礼，互关将军看笑话啊。一日紧甲关将军说多谢关将军，哈哈。